囂張的狗狗。我同學囂張最近養咗隻狗狗，好聽話好叻。阿囂每日都炫耀狗狗嘅聰明。佢今日同我哋講，佢爸爸問狗狗1+1等於幾多，狗狗就會吠2聲；問2+2等於幾多，狗狗就吠4聲。阿囂仲邀請校花去佢屋企睇狗狗。到第2日，阿囂頭髮凌亂，雙眼大個黑眼圈，一晚間老咗10年咁嘅樣走入班房。我即刻問佢咩事，阿囂就話校花尋日走去問狗狗，1萬加1萬等於幾多？哈哈哈！冇人話你知，係我夾埋校花特登叫佢問呢一個問題㗎咩？